后来361个旅客返来到台湾，落无人机做完检疫了后，由22台的游览车分别载到3个检疫所来隔离。因为这届小朋友较侪，所以隔离的地点有特别来准备家庭亲子房。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来报讲，有30外个台湾人想要保卫就无人机，去互台湾拒绝。指挥官陈时中来解说讲，为着防疫的安全，必须要事先来掌握着名单。要临时放人就无人机，实在袂放心，才会来拒绝。游览车载第2批武汉专机返来台湾的人，一日离开桃园机场。不管是驾驶还是压车的人，拢穿白色的防护衣，唔敢大意。伫华航甲东方航空的专机前后到桃园机场了后，361个乘客分别被载到3个检疫所隔离14天，其中桃园161个人，南口88个人，宜兰112个人，更加特别规划3人的家庭亲子房。选另外检疫所就有这个多人房的。因为这次有小朋友比较多，现在家人的状况一切平安啊，现在的心情当然是很愉快啊，就非常的开心。之前当然是很愤慨，就是说为什么其他的国家比较早就接走了，然后我们台湾却是这么样的慢。不过，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讲，有中国配偶未成年的子女本来伫台湾生活，因为受到台湾方面最近特别限制，无法度返来台湾。本来无超出运送总数量范围内，想要保30外真需要返来台湾的人，不过台湾拒绝。回到台湾来，整个要做检疫所的安排，都需要能够事先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名单，了解情况，那才能够做最安全的安排。那所以就是说，在里面这样临时再要放进来，那我们实在不放心。有陆配他没有进来，那我想这是在我们这里面可能相关有一些身份的问题。但始终强调安全第一。第2台武汉专机返来台湾了后，目前差不多还有800个台湾人伫乌北等后一摆的回国机会。